大家好，现在开始我们来学习一下藏文辅音字母的第二组。好，那么第二组的话是加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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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地。对，那么从第一个开始来讲，第一个字是加，加，加，加。对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对吧？好，加，加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也就是舌面前，对吧？好，试试读一下，加，加，加。加，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不送气的清塞音。对，不送气清塞音。好，那么试试读一下啊，加加加加。好，那么加它单独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什么独立的单词，好，必须要给它加上一个另外的音节。好，那么我们加一下这个加就，加就，加就。对，加就就是非常喧哗的意思，喧闹的意思。就比如说这里特别吵，这里特别闹，对吧？叠加就忙不多，对吧？加就着吧，加就，对吧？好，加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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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再给它加另外一个字母的话，加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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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拉哈拉单独就是手的意思，对吧？好，加辣，加辣，加辣是东西的意思。这个东西是谁的？怎么说？加辣的素人。加辣的素人，对吧？不是素人啊。素人，加辣的素人，加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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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字。好，写的时候好就是从左向右写，第一笔是横，好，然后这样一撇，好，这个也就是有4个笔顺组成的，对吧？加。加加加加加。好，那这个加我们就学到这儿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字体，下一个是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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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。对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也就是舌面前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它的那个发音方法呢？送气清塞音。对，恰，恰，恰。恰。好，那么它的话是独立构成一个单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双的意思。双的意思，对吧？一对还有一双的意思。好，那么给它的反义词的话，我们还没有学到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学得到的这个的话是呀，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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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好，也就是单双的意思。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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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掐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写一下。这个掐，首先一横，好，然后竖，这样勾，好，再这样下来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共就是有6个笔顺组成的。那么掐我们看的时候，它左和右有一个看上去特别像的2个字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我们理解的时候，把它理解成双，对吧？左右都是一样的一个字，双，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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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字，下一个字的话是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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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掐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对吧？好，也就是舌面前。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掐，掐是送气清塞音，也就是接近第2个字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送气清塞音，一起读一下，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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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第2组的话，除了这个第1个字以外，后面3个都独立构成一个单词。那么这个掐是什么意思呢？掐是茶的意思。茶的意思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再给大家另外一个音节，对吧？好，恰康，恰康什么意思？茶馆的意思。对，茶馆，对吧？好，甜茶馆，强阿木，对吧？恰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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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康。好，恰康是这个茶馆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，它这个写的时候，首先是一横，好，一起写一下，然后这样一竖，好，撇，然后是一横，也就是4个笔顺组成的。好，4个笔顺组成的。那么这个掐的话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2组的第4个是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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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好，那么这个呀的话，它的这个发音部位也是对吧？好，它的这个发音方法呢是浊鼻音。对，也就是我们第1组的第4个，跟这个是一样的发音方法，对吧？是浊鼻音。
好，一起读一下呀呀呀。呀。好，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鱼的意思。对，鱼，对吧？好，水里面的鱼，而不是下雨的雨啊。这个的话不能弄错了，鱼。好，那么我们给它加个另外一个音节，呀下。呀下。对，下我们后面要学得到的，对吧？下是什么意思？下是肉的意思。对，那么呀下是鱼肉。对，鱼肉的意思。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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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加上一个呀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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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巴是。呀巴是渔民的意思。对，很好，是渔民的意思。那么第二组的话，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这个，它的发音部位是是舌面前。还有这个发音方法，对吧？发音方法的话，这个加的话是不送气清三音，对吧？好，掐和掐的话是送气清三音。然后呀的话是浊鼻音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么第二组它这个除了第一个以外，后面三个的话有它单独的意思，这个的话必须要记住。好，那这个写法也是一定要记住。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呀呀。首先是一横，然后这样一撇，好，竖这样一点，这样一撇，好，这个的话一共就是有5个笔顺组成的。好，那么这个第二组的话，我们就学到这儿。